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昨河同学挂上阿妈棍的学生，过去抢救，当手学生和少年法庭收容，西人的查某学生交予家长登记管教。国民党屏东县议长周点论，勘察到郭台铭连续诉乌西案件，和检方羁押禁见，伊的查囝周明阳50万交保。云林沿海伫即阵寒流，加拿大西乡都有3万外尾的沙白鱼冻死，县政府是呼吁讲有财损的养殖户赶紧通报。新闻开始来看新北市一间学校，一个国三的学生囡仔和一个查甫同学摕刀挂上阿妈棍哦，目前是搁咧装夜课模的抢救。当手的学生囡仔甲西人的查某学生，嘛已经予以涉嫌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事后，这个查甫同学是被收容。查某学生交予家长监护人登记管教，警方跟学校嘛已经启动校安联防，学校是表示讲会加强来管理。若如果发现讲有学生囡仔炸刀来学校，会依照规定来处理。新北市一间学校内面是爆发冲突，一个国三的查甫学生是疑似替共学校查某学生出一口气，摕刀去攻击隔壁班的查甫学生，涉嫌杀人未遂的罪嫌。移送少年法庭了后，当手的查甫学生被裁定收容，少女是接付监护人。他过去的事件因为有涉及个资，我这边就真的不太方便。当然是明确禁止，可是他在的时候，你因为没有办法对他直接做偷生的行为，所以是侧面的部分。我们消防接到通报，受伤的人暗棍和美工刀划着伤，是无呼吸心跳，即马搁在抢救。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伊的暗棍、胸坎真侪所在拢互拄着伤，搁查到犯案工具是警仔刀。新北市教育局长26嘛去病院来关心。目前受伤学生由医疗单位全力救治中，校方也已经初步完成个别学生团体的班级的辅导。涉案的学生红标出讲，逐工拢炸刀去学校。佮因为伤害前科，拄对校官说出来。虽然学校无证实，敢若讲警仔刀是违禁品，但是无所炸有难度。即马警方嘛讲，强化校警联防，接到通报炸刀去学校，会照校事法这规定来处理。那我相信，在每个学校都有一些需要被协助，或需要多一点关注，或需要一些辅导咨商的学生。总之，我觉得。校园的资源系统是可以被思考的事情。除了学校警示机制搁要加强，嘛有真侪学者讲，即摆的教育较无在教囡仔处理情绪，尤其学校的暴力形态是愈来愈多元，建议学校强化学生面对冲突和沟通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即阵寒流，云林沿海地区前2-3天温度无到10度，有袂少沙白鱼拢冻死。到昨的统计，加拿大西乡大约就冻死3万外尾的沙白鱼。云林县政府农业处是呼吁讲，有财损的养殖户要赶紧通报，若是有合标准会随办理补助。沙白鱼伫水面浮浮沉沉，受到即阵寒流影响，云林大西前2-3天半暝啊，气温无到10度，嘛造成侪沙白鱼因为伤寒来冰岛，有渔民就损失超过1000尾的沙白鱼。很难估计啦，因为只个水底看无，所以很难估计，放2000几尾啊。安尼就差不多要1000只。对啊。你啊日头要10度以上，伊就袂死啊，还袂死。是惊之前冻着，伊会搁打死伊安尼。吓吓。云林大西渔民讲，因为当地气温是蛤蟆甲沙白鱼饲做伙，水池浅。若讲气温无到10度，这沙白鱼就因为伤寒冻着来冰岛，敢若会当开大水井、水车来减少损失。也云林县府农业处是呼吁这渔民有损失就要赶紧通报。我们这边吃到是，因为我们这边都是以虱目蚁的跟那个文革齿的那个混养嘛哈。那台气的部分目前大概严重大概只有3%左右啦，我们知道大概3%的左右。农业处统计到12月25日，大西沙白鱼超有3万外尾来关死。虽然讲也未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不过会继续关注，嘛希望渔民要做好防寒措施，避免历出的寒害损失。记者云林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屏东县议长周点论，勘察到郭台铭参选连续诉乌西案件，昨后检调约谈，检方认定讲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嘛准咯。另外，最近检方侦办真侪件中国介入选举的案件，中华泛蓝协会高雄的成员戴志成涉嫌邀请里长接受国台办的招待去中国旅游。
检方昨嘛以反渗透法对伊提起公诉。几若位县议员26中昼伫咧县议会门口做伙抗议司法不公，就是为着屏东县的县议长周典伦疑似干涉过台面参选人事司细康的案件，半暝互人收押禁见这项代志。所犯为最轻本刑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重罪，其供述与共犯证人不符，且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于昨日晚间向屏东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今日去屏东地检署，25暗时，周典伦甲伊的第3个查某囝，国民党的中常委周明阳，为调查叫的南基站，互人移送登去屏东地检署复审。检方认为，周典伦涉嫌伫咧过台面参选人事的期间，提供资金互调州镇长等人，以每1份200块的钱收买人事司。本件相关地点的监视录影器画面档案已经遭到格式化，而且提供本件资金的来源尚未到案，有事实认为被告有勾串共犯、证人及湮灭证据的疑虑，因而有羁押的必要，所以裁定羁押被告，并禁止接见通信。检方审后认定周典伦涉犯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犯罪嫌疑大，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得到允准。周明阳是以50万交保，周明阳交保了后，赶紧坐车离开地检署。若周典伦是正做检方伫即届查缉行动当中，头一位互人羁押禁见的地方议长。伊无甲好康批徛台，拢都无代志。伊水甲徛台尔，知影水甲独独啊！这唔种主好歹。这会引起公愤的啦。不过，大选的风波毋若国来，高雄检方伫11月底对查中华泛蓝协会的高雄成员郑志成，以涉嫌利用社区协会干部的身份，邀请里长接受各台办的招待，到中国旅游，有配合中国改选的嫌疑。就算伊捌出面发冤枉，检方25也是以反渗透法甲选罢法对伊提起公诉。伊嘛正做中国改选案当中头一位互人起诉的被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海军海虎畅水南3阿兵哥落落去海里咯，佮还未找到人。海军嘛还原事发的过程，是因为救难浮标的看板落落去，头一批有4个人去处理，有3个人落落去海里咯。并机长嘛赶紧协助嘛落落去海里。第3批救生组来的人，其中嘛有2个人落落去海里。目前是有3个人佮失踪哦。海军是强调讲，因会佮继续找找。海军的海虎参水南3个官兵伫一半内海失联，虽然已经过黄金72点钟救援时间，国军也是继续出动海空兵力超找，而且因应洋流的变化，大大扩大搜救的范围。你每4个小时会按照它整个洋流的整个测算，然后我们逐步来扩大我的搜寻的范围。每个人落海的时间，它不是一次掉下去，是陆陆续续下去啊。海军也说明事发过程，海虎参水南这摆任务的执行期间是18到29。伫伊执行任务时，参水南人员发现船尾有杂音，随浮起伫海面。第一批4人出去处理救难浮标看板落落去的问题，有3个人跋落海，2个到当游员失联，然后并启动去协助处理也跋落海，有互人救起来。第3批是救生组6人，其中4个人伫搜救的过程当中受伤，另外1人落落海互人救起来，也有1人跋落海失联。它底下会带了一个300公尺的钢缆，那这个钢缆是结合在潜舰上面的。那整个钢缆出来之后，它为了避免车叶的缠脚，所以它才会派人出去来做处理这个事情。那个地方的涌的确是比较高的。海军表示，救难浮标看板伫1997年时也捌发生落去的问题，官兵之间感情真好，亲像兄弟啊。除了唔放弃搜救失联的3个人，参与救援甲互人救回来的官兵心情犹原真无稳定，后续心理辅导也是重点。这些受伤的官兵，刚刚开始的心绪状况其实是非常不稳定了。事实上来讲，他们内心的创击是非常严重的。不过，就算国军发生意外，犹原无要放任战备训练。陆军第6军团汉在伫观光景点，也就是桃园的观音海堡实施4午出场，提供一部清实弹射击训练，显示国军反登陆作战严正区域，无过限制伫国军以前的草原区域。记者综合报道。佮剩18天哦，特别选总统甲立委。今仔早起有28个民间团体针对8个政党提出性别政见的调查哦。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国民党、民进党、佮民众党这3党领上侪政党补助金，也毋过哦，因针对性别拢无提出具体的政见，这应该会检讨。
这届2024大选选民会领到3种票，分别是总统票、立委票和政党票。民间团体认为，各政党应该爱向社会说明因支持的价值，为着要较全面性了解各政党的性别政见，妇女新知基金会和其他27个民间团体联署，向8个政党提出2024大选性别政见问卷，民团根据各政党的回应来公布政见承诺。透过民众认同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提出更好的政见跟政策，然后这也是我们民主深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然后由政党来很负责任的向民众提出他们所有的诉求跟承诺，那后续也是让民众继续的能够监督。这份政见问卷提出9项性别提问，包括女性参政比例、减少男女薪水差别，也有长照等等关系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议题。民团批评身为参与总统大选的3大党，领上侪政党补助金，但是针对这个议题，拢无较具体的政见，应该爱检讨。民进党的部分，它现在是一个执政党，但是它现在它给我们的回复大部分都是采取现在已经正在施行的一个政策，其他的题项少有正面的一个回答，直面的一个回答哈。如果说这一份民间的那个社团的回复不是民众党跟国民党唯一提到性别平等的政见的一个文件的话，那对这2个最大的一个反对党哈，他们目前是我们最大的反对党，那我们还要由民间团体来询问他们才肯要回答。或者是应付我们的话，那实在是有一点悲哀。相对来讲，民间团体肯定其他政党，像时代力量、基进党，也佮有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拢有较积极实在政见。妇女新知基金会表示，目前已经把这个政见回应拢放伫网络，互选民参考，嘛毋望未来这个政党会当好好实践因的承诺。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来看第2场的公办总统候选人政见发表会哦，伫今仔下晡2点举行。3个总统候选人是来发表因的政策，顺序是郭文德上大胜哦，侯友宜是排第2，赖清德第3。一人讲10分钟，讲3轮，就会来了解这3个候选人提出什么款的政见。1. 解决108课纲的困境，简化学习历程，学科考试纳考国英数不再一试定江山。第2，高教改革。台湾目前高教的支出占 GDP 的 0.39%， 远远不及美国或其他先进国家的 1%。因此，我要提升高教的支出，提升教育的薪资。我要延长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到5岁的幼稚园，向上延伸到高中职的准义务教育。打炸国家队，打炸办公室，不但越打越多，开27亿呢，不是拢打水漂。迄个都无去，司法部1年外开200亿、200亿呢，还过来毒品、枪支，包括咱的黑帮、黑道帮派。所以我已经提出了1、2、3整个治安3件。这个治安3件里面，1打诈，2扫毒扫枪，3持暴，这是我的专长。投资0到22岁的完整计划，我将会用加薪、减税、少负担，0到6岁国家一起养2.0，以及长照3.0，高中职全面美协会，弱势家庭，年收入不到70万的，不管是念公立或私立，每一个孩子每年每人补助2万元，年收入70万到90万之间的，不管念公立或念私立，每人每年补助15000块钱。咱个继续来看迪士尼频道哦，推出台湾市场减少5个基本的频道，全台湾63间的系统台哦，嘛提出替代的频道组合。也毋过 NCC 是认为甲原本的方案嘛是阁有争差，所以昨决定讲阁予伊3个月改善期，有必要会当延到阁延3个月哦。根据了解，业者是提出5+5等方案，望讲会当来通过 NCC 的审查。也毋过 NCC 是认为讲业者规划的代替频道阁无够理想，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所以阁予业者上长6个月改善期。也毋过另外业者敢会降价 ？NCC 是表示讲，这是地方政府第审查、第管理 ，NCC 是尊重。再来看，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哦，咱国内空气品质伫最近这8档有大大改善哦。其中 PM2.5的浓度对105年的每立方公尺22克，降到今年的13.8微克哦，改善超过3成。
也毋过哦，甲前一档比起来，今年油的因爱有粒啊，甲臭氧的浓度拢有提悬，指标的污染物咯，本地是 PM2.5，即嘛已经是臭氧咯。环境部改善空气污染，这8年各项污染物的浓度当咧豆豆改善，亲像空气品质指标 AQI 高过100，代表空气品质不良的日子比例，为8年前的15.09减到即马的6.35%。虽讲空气品质指标 AQI 高过100的日子变少，但是今年 PM2.5甲臭氧的平均浓度，偏去年有增加10%到5%左右。环境部表示是受天气影响。今年跟去年比起来，降雨比较少，那低风速的状况是比较多一点点哈。落雨少，较少透大风，空气污染物就较恶散，加上高温等等气象条件，也致使臭氧前驱物质积累细半部，变成臭氧影响空气品质。所以环境部也表示，2024年到2027年，政府改善空气品质的重点会可能降低臭氧。其实针对臭氧的前驱物，包括这个氮氧化物。跟我们的这个有机污染物就 VOC 的部分加强管制，比如说针对固定污染源里面的易散源，我举例像涂布业或者是半导体的这里面的这个易散源没有从烟道出来的，我们就是纳入法规，高污染柴油车辆要定检，我们就希望把这些高污染柴油车辆来找出来，然后改善。大气署表示，有一寡工厂产生的有机污染物 VOC， 大部分拢经过处理，才会对烟筒排放。但是也有部分伫厂区内飘散出去，未来这部分也会列入管制。另外，除了会针对柴油车做定检，未来也会推动电动车，帮降低污染源产生。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最近哦，来台湾观光的旅客是真多，松山机场排班的客停车嘛，按算讲明年元旦开始哦，要来比较桃园阁有小港机场，开放加收50块的服务费，望个当鼓励愈侪排班的客停车来松山机场载人客。2024新的一年就要到啊，松山机场出现观光出入境的人阵，也让外口排班的客停车数量甲以前来比，算是减真侪。为着鼓励客停车载人客。广告的看板顶悬写为明年元旦开始会恢复加收停留服务费50块。整个计程车排班计程车营运成本持续的上涨，那另外就是市区车队竞争也很激烈了。目前跳表的起跳价小是85块，加收停留服务费了后，会为135块开始起跳。这嘛是96年取消了后，松山机场经过17年恢复收50块的服务费。135，我觉得135还 OK 了。我觉得现在万物皆涨嘛，他们增加钱也是理所当然的。那我有需要还是会做。目前有注册松山机场排班的客停车，差不多有1400多台。不过，即马平均来载人客的客停车，敢若有500多台，无到一半。尤其是拄着落雨天、连续假期或者是尖峰的时间，车就会无够。所以为了扩大运输的能量，决定比较桃园甲小港机场的规定。目前是因为回国旅客众多，然后车辆怕说会不够，所以尽量想办法让有些诱因让大家能回来。松山机场因为苏当时的时空背景，取消收服务费，即马恢复加收50块的规定。业者预估，客停车的司机会回流3成，不过人客嘛有可能会流失2成。即马机场附近有客运、公车甲捷运，旅客嘛会当自由来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北区的中华北路甲河尾路口哦，车是真多，附近有黄昏时啊，有不少汽车的驾驶为着方便哦，就违规临时停车，机车拢爱闪车，是真危险哦。有民众不满讲警察拢无会管，也毋过警方是讲已经有在加强执法咯。民众甲影片就望过了12路口，因为这个车路边啊停几排汽车，经过这个路口的机车骑士拢爱切过中央的车路，啊，毋过同一个方向的汽车车流量嘛真大，造成这个交通看起来是真危险搁乱。民众控诉警方拢无咧执法，真的很危险，路很小，行人、3轮车、汽车、大卡车，然后砂石车、客车全部都在一条路上。等到现场，警察当咧执行交通疏导勤务，针对违规临时停车无法度款倒的，就当场开单。现场就伫咧台南市北区的中华北路和河尾路口，因为附近拄好有一个下坡市啊，车真塞，
路边阁有几排店家，真侪民众开车来到这，因为方便，就甲车直接临时停伫咧路边。停一下就2分钟、3分钟啦，若要才食，我就叫去后壁停车场啊。方面咱来咱得爱顾掉的，一方面别人安全爱共顾。除民众110检举外，亦派员加强该路段巡逻驱离及取缔。本年度迄今计取缔违规停车1809件。警方强调，这路口本地就是管区内底重点的执法路段，警方提醒用路人要加注意，唔通因为方便就违法临时停车，那因为安尼造成车祸，驾驶恐惊就要负事故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水尾温泉，有一间真出名的温泉饭店，最近互民众投诉讲哦，伫咧浸温泉的时，脚风挂着伤。业者是表示讲，因为水尾温泉的水质有矿物质哦，故拢会沉底。虽然普通时啊拢会清，嘛有送尾啊互民众清，也毋过哦，嘛是发生意外。天气冷叽叽，真侪人拢会去浸温泉，但是伫咧花莲水水温泉区，所有民众伫咧温泉池仔内，脚底互温泉的结晶挂着伤，因为第一时间业者的处置，互受伤的人真不满，去网络爆料，提醒大家注意。你感觉像安全吗？可以啊，我们没问题啊。因为之前几天有小孩子跌倒啊，对，割伤。小孩子应该也是大人要稍微照看一下嘛。这个事件是发生在23，一阵20外个人的团体去随一间有名的温泉会馆浸温泉。虽然讲业者有发尾啊互因，但是不过10分钟就破去，造成7个囡仔、2个大人脚底拢挂着伤。像这种碳酸钙这个外表这种结晶，那因为这个结晶在这个全池的表面会成为小小的晶体。其实我们都有定期的清消哈，但是不免哦，因为这个结晶的速度很快，因为角质可能因为松软变薄，那也容易受这个晶体的磨损。业者强调讲，除了有发尾啊，互因避免脚底受伤，嘛有大量告示，讲伫底下内莫走含跳。但这回应互伤者不满，关府消保官和观光旅游处嘛来关心。那碳酸盐泉呢，它会产生这个温泉花这样的一个结晶啊，所以游客要特别的来注意啊，请我们的温泉业者啊加强做一般的这个清理的动作。如果消费者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沟通协处，获得一个圆满的这个回复。那可以按照消费者保护法来向我们地方政府的消保官、消费者服务中心申诉。其他温泉业者私底下讲，随水温泉的矿物质含量是真悬，就算已经真侪站去过滤，嘛是无法度阻止结晶。加上穿袜仔浸温泉，其实脚底皮肤变软了后，嘛是较会着伤。建议大家浸温泉时间嘛是莫伤久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讲领玻璃内网顶6种水果的表面哦，有验到抗药性的热带念珠菌，甲病人闻到的是同一种菌哦，所以正是讲水果嘛会是传染的路径。国卫院是建议民众哦，水果就一定要洗好清气才通食。加食水果对健康好，真侪阿姨阿嬷拢有家己种水果的撇步。像这种白的就买这种比较白一点的，比较白的，这种就比较甜。我都自己满意的嘛，比较重的。但是食水果嘛要洗好清气，皮唔有垃圾，嘛有可能有抗药性的霾菌。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伫连锁超市抽芭乐、柠檬、酸芽、麦龙果、柳丁、含梨啊等6种水果的表面，结果发现讲有17个检体内面，都有10个测到热带念珠菌，而且有3个菌株是对常常用来治疗霾菌感染的佛康佐有抗药性，而且和患者分离出的菌株是同一种基因型。研究嘛证实水果嘛是传抗药性热带念珠菌的其中一条路。如果我们表面没有破皮的话，那怎么进到我们人体呢？所以现在大家还是想说，从嘴巴吃来的途径是最频繁的。对一些抵抗力比较不好民众，例如说有肝硬化、洗肾或癌症在做化疗的患者，这些人都是抵抗力比较不好的，可能链球菌的污染吃下肚，它可能会造成链球菌的一些感染。研究团队强调，食这有抗药性的热带念珠菌，若免疫系统健全的人，人体就会自然清除，唔免伤烦恼。但是若免疫系统较歹，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死亡。提醒民众爱用得老的清水来洗水果才搁食。另外，水果表面的抗药性霾菌感染源是啥？搁要进一步来研究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失联超过2礼拜了，后发现讲伊是互流放去北极圈。纳瓦尼的发言人是表示讲，律师有去看伊咯，也毋过北极圈的价格、天气佮环境是真歹。嘛，显示讲罗西亚总统普廷无想要互伊搁再出头，避免去影响到明年的总统大选。另外，敦的刺客分离运动的领导人吉尔金诺嘛，互提名参选总统，也毋过受到阻碍，最后连署是失败。失联超过2礼拜，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就个证实，在北极圈北边的一个流放的所在，这价格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北边差不多1900公里的所在，有极地龙的名声，被认为是俄国上严酷的价格之一。In the north, so it is very cold there, and even today, the light there is for 2 hours per day. So, I mean, the conditions, like the environment conditions there are much worse than they were before in Vladimir region that is close to Moscow. So,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y definitely try to isolate Alexei. 纳瓦尼是俄罗斯总统普廷的主要对手，伊因为极端主义罪名，勒获19年的徒刑。发言人表示，纳瓦尼律师自个已经改见过面，因为纳瓦尼得胜闭关，伊愿比其他人更加顽强抵抗普廷，佮用安尼鼓励其他人来抵抗，所以纳瓦尼加入普廷竞选连任之路上大的阻碍。И поэтому, конечно, он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невыгоден Путину, и особенно сейчас,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выборов. Поэтому 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они стали переводить его в другую колонию именно сейчас,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н не мог помешать Путину проводить свою кампанию и в итоге украсть эти выборы тоже. 另外，敦的刺客分离运动领导人吉尔金因为批评普廷作战不利，同款在高中服刑，而是和所有极端种族主义者提名参选总统。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сейчас интуитивно объединяются. Те, кто не на фронте, вот собрались здесь. Сторонников Стрелкова на фронте сейчас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吉尔金是前敦的刺客武装部队司令，成功引起当地反乌克兰情绪，暗过支持伊的人收集500份联署书，说向各国当局技术反对。中选会认定联署书无经过公证无效，提名第一步就失败。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 来看印尼苏拉威西岛一间做吉的加工厂离世爆炸，造成13人死亡，40来人受伤哦。死者有4个中国人，因为这间是中国工厂，是将中国“一带一路”正重点的项目，嘛是全世界哦上重要铁矿生产的基地。 工厂代表加警方中会爆炸工厂，因看到工厂内底设施已经炸甲如苍苍。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青山工业园区，一间硬加工厂伫个24爆炸，造成13人死亡，46人受伤，其中有4个死者是中国籍。 使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协调有关方面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使馆还同步指导涉事企业做好后续处置。中方将继续同印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做好善后工作。 事发地点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工业园区，同时也是全球上大的镍矿生产基地之一。青山控股集团是全球上大的镍供应商，镍是一种应用在电动车电池的基本金属。园区代表除了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也确认中国籍死者已经运回中国。 Kami dari pihak perusahaan mengantar jenazah sebagai bentuk salah satu bentuk tanggung jawab kami sampai ke rumah tempat di mana kediaman almarhum tempat tinggal. 初步调查显示，意外发生原因是工人维修用炉的时阵，炉内铁水流出引起火灾刷板气，了后附近的上石工啊连续爆炸，火灾发生几点钟了后已经拍花。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 继续看，托尼基礼拜一表示讲，针对叙利亚加伊拉克北部的攻击行动，有未掉20来库德族的武装分子哦。嘛强调讲，因为顶礼拜托尼基的部队伫伊拉克北部受到攻击，因此报复。 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德族居民占大部分的卡米什利区，这栋厝被轰炸捣毁，这是土耳其发动报复攻击，拆除灭绝空袭之下其中一个所在。库德族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言人夏米表示，包括2个俘虏在内，所有平民在土耳其空袭当中死亡。
安卡拉表示，初步调查至少26个武装分子在空袭当中被消灭。这是对顶礼拜六在伊拉克北部库迪工人党发动攻击造成家己12个士兵阵亡事件回应。消息人士也指出，警方也在新库迪的国会第三大党人民民主党在东南部在亚巴克尔省的一场活动当中掠52个人。相关行动和人民民主党谴责是政治操作。库迪工人党1984年反抗土耳其双方冲突数十年。库迪工人党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等认定是恐怖组织。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资料，2023年土耳其在叙利亚东北部发动118摆攻击，造成94人死亡。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昨圣诞节各地战争中的巴勒斯坦的民众是求讲一党和平。另外，乌克兰为了甲罗西亚切割，甲官方的圣诞耶诞节对当正教的1月7日改到12月25，昨嘛是头一档伫25来过节。另外，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甲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嘛拢伫耶诞节的这天来祈求世界和平。87岁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5耶诞节这一天，在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举行弥撒，除了祝福教徒耶诞快乐以外，佫呼吁巴勒斯坦问题应透过对话来解决，以哈冲突赶紧平息。Che si ponga rimedio alla disperata situazione umanitaria, aprendo l'arrivo degli aiuti. 政府之下检察市24平安暝，依然有教徒伫当地教堂内底祈求和平。圣经当中描写耶稣诞生地约旦河西岸伯利恒，因为今年爆发以哈冲突，决定低调过耶诞，各回思乡的巴勒斯坦同胞。如果耶诞节这一天，巴勒斯坦艺术家拉纳伫美洲广场藏伊的作品，伫保温箱当中的诞生耶稣，希望战火早日平息，和平降临。My message here to stop the war. First of all, stop the war now. 有关在战火之下，乌克兰今年7月，总统泽伦斯基签署法案，将俄国官方的耶诞节为传统的东正教的1月7日调整做12月25，显示讲俄国撤国决心。精选士兵25接受牧师的祈福，机会民众也去教堂来过节。Державою, ще починаючи з часів козацької доби. 欧洲的德国今年依然保持传统，保利民众在寒天当中透早受水欢度耶诞。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今年耶诞文告，呼吁各国民众对国际冲突给一点同情心，祈求世界和平。美国不少民众是去海边重庆过节，南半球的澳洲、雪梨的邦迪海波克摩欢度耶诞节的人。西海、伊朗尽管是伊斯兰国家，暗过首都德黑兰依然应感受耶诞节的气氛。公司新闻警员评朋友。过来消息来看，桃园公共污水下水道的普及率伫桃园升格进前只有3.11%，即马已经有24%咯。因为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是真危险的作业环境，即马嘛增加一寡智慧科技来控管，办公会当来减少工安意外。桃园地下污水道的工程当地的时间，这个伫古山区地下污水道的工程已经完成第1期接工。目前桃园公共地下污水道普及率已经为升格进前的3.11%提升到24.01%。不过，其实地下水道的时间是个危险的作业环境，安全的监测一定要严格。地底下可能会有这个不良的气体造成这个一些重大的一个伤亡，所以这个及时的监测会确保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健康，以及他的这个生命的安全。因为地下水道时间空间有限，工作人员可能发生剥落、堵水、欠上锁、中毒等等的情形，所以这个工程团队除了设置职业安全卫生设施，嘛特别伫工地人员的管理，使用 AI 人面辨识。运用伫工地门禁的管制，结合手测仪，也个感受过安全无碍的检测，来管控人员的安全。这个人进到工地以后有定位的功能，知道他在定位工地里面什么地方，万一出事情的话，可以很快找到他。另外，一个设置地点环境监测显示系统，会当即时显示时间区域内底气体侦测、热危害指数、温度、湿度、空气品质等等监测的信息，再个结合声音、灯光的警示系统。发布工地各样的警告。水务局表示，透过智慧 App 即时监控等等各项智慧科技的管控，降低工安意外风险。示范计划效果若好，会全面来执行。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市国立南洋女中第2校区的宿舍用地哦，学校向教育部争取预算，要来起新的宿舍。也毋过地方是认为讲，新的宿舍的地点哦，位伫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应该要改做公共停车场。宜兰县政府嘛表示讲，学校应该嘛会当来规划做公共停车的空间，所以经报请中央来协调。宜兰市新隆甲南门商圈是在地人丁上侪所在。伫商圈附近的南洋女中第2校区，最近学校已经争取到预算，要起新宿舍已经摕到建造，不过地方所有反对的声音。既然政府甲有这个土地，咱尽量好好来使用这个土地，莫去浪费掉。去这当然，这个土地整个拢破坏掉。地方认为讲，学校起新的宿舍应该开放公共停车的空间，对解决当地人停车停车的空间煞无够的问题才有帮助。不过学校毋但无为新的宿舍规划地下停车场，校舍还佫直接起伫土地正中央，根本就无开放公共停车空间的可能性。新宿舍工地现场已经有围纳式的围栅，不过怪手已经停止运作。这个土地囥伫遐咧用已经真侪年，因过社区要打造做生态公园。即马公园已经互工程破坏，安怎维持公共性？各界拢真关心。不过学校烦恼讲，若无赶紧施工，预算的执行率无好，教育部补助宿舍工程的经费，恐惊会互收回去。我们近期已经有建请工程会来召开相关的一个透过中央地方建设平台来召开相关的协调会。官府认为讲，学校嘛是兼公技公部门的角色，应该思考安怎回应地方的需求。还佫配合政府整体的施政，已经有请学校暂缓施工，嘛甲专案报行政院中央地方公共建设平台来协调，希望会当有完满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跨年要到咯，全台湾各地哦拢有暗会，台中就有4场。台中市政府是统计讲，12月31日迄暗，台中旅馆的订房率哦已经超过90%，风景区附近的旅馆嘛拢客满咯。民众是烦恼讲，到时阵哦交通敢会拍结的。也毋过，市政府表示讲哦，有小偷车流甲人潮的相关规划，请民众放心。天气这么冷，工人伫搭活动舞台。年底跨年暗会是春无1礼拜，台中市政府伫主场地中央公园当得无用布置，因为今年台中有4场跨年活动。观光旅游局是统计30间旅馆的数据，31迄暗订房率目前是有到91.8%这么悬。一堆人来台中跨年，民众嘛烦恼像是坐搭车我望会过来。交通套应该是一定的，我住附近而已，然后当天晚上其实小巷子里面都非常塞，就会担心就回不了家。如果出去一下不用走路的，真的没办法动不弹不得。市政府办的都不错啊，对，有接驳车啊，都有安排动线都，市政府都安排的不错，对，还算有信心的。对，2024幸福龙来，台中跨年夜重磅登场。拄在中央公园有韩国 hip hop 的女王 Jessie 第一摆伫国外做跨年巡演，就在棒球场还有天团5月天来表演。内部两园有无天伦的艋舺表演，配300秒密度真悬的宽众宴会。内山和各关地区嘛有泰雅族的跨年暗会，这活动边仔的旅馆嘛差不多拢互订满啦。台中市交通局讲，因为中央公园的暗会含就在棒球场的场地较晏，会鼓励民众坐捷运，才阁行去中央公园。另外，有3条免费的接送路线。捷运会营运到凌晨2点，市区公车10条的公车路线来配合延后收班，交通非常的便利。同时，今年有300秒的烟火的主题呢是和平祈福。市府强调讲，中央公园跨年暗会接送车分做市府线、松德线和水南线，提供予坐高铁、台铁来的民众会当坐。其他3个暗会边仔嘛拢有公车服务，10条市区的公车路线拢会配合延后上班。另外，捷运绿线会延后营运到半暝2点，来全力疏运旅客。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档哦，才是行集团旅游。伫屏东大坪湾国家风景管理处就推出 Bike Tour 铁马体验的行程，邀请游客哦骑铁马看风景佚佗。那么做伙来看这种无啥共款的旅行。游客搭铁马沿大坪湾骑，风微微啊吹，享受美丽风景，会当运动够健康，够达成集团旅游。大坪湾国家风景管理处最近推出 Bike Tour 体验流程，后面将休困有加一个无共款的旅游形式。那大坪湾管理处呢，在这几年，我们把
周边的景点都有建设到一定的一个水平了哈。那我们希望给国内外的游客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很不一样的所谓体验式的旅游。在地民俗业者甲做铁马店家结合，游程包括水上游乐设施、渔运作业、公庙拜拜，阁有食食游览。打铁马就会当伫大平原耍几工。讲到体验式旅游，所以我们比较推动的就是自行车放慢脚步的旅游模式。那屏东县政府在我们这边也建立了 Bike Tour 2.0的自行车的据点。那在周边呢，我们的民宿业者也有经营这个自行车单车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即马打铁马观光真时行，闭馆处招大家打铁马耍东港镇甲大平原，哪游览哪做运动，体验屏东在地食食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的乐谷，为着要推广在地特色，专工安排地山的轻旅行哦。带上百个游客对凤凰山寺开始行，沿路会当来欣赏乐谷的风景哦，来行一撮轻松、简单的旅行。南投乐谷乡上出名的特产就是乌龙茶，规山坪地园成做上水的风景。公所结合在地特色甲生态教育，沿凤凰山的步道规划地山轻旅行，予游客会当来感受清幽的大自然。也通领略当地文化。我们今天呢走的这个茶乡轻旅行这个路线，沿途会看到很多的茶园，洞顶乌龙茶的茶区。那我们负责就是推广我们鹿谷的旅游观光，透过我们的解说，很多的游客会口耳相传，其他的朋友呢也会陆续的进来。对导览员的脚步，游客伫地园和顶拿之间，哪踅哪欣赏，等到红茶就坐落来休困。啉一杯茶米茶，才阁起行，全程拢是步练，运动阁通观光，蒙拉兼洗裤。来到这边真的很不错的地方了。一方面来这个鸟园欣赏鸟之后，也可以走这个步道，规划得很棒。他非常喜欢这次的导览，他不只是说让我们知道关于植物方面的，还有这个鹿谷乡的一些。乡民住的地方、房子，还有一些古迹，我觉得受益良多。我下次还会再来哦。透过地山轻旅行的活动，带游客体验乐谷乡美丽的环境，也到无同的景点行搭，希望会当带动观光旅游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协助经济有困难的劳工好过年，劳动部公告劳工纾困贷款的申请条件，也毋过申请期限干了15天尔，一人上济是会当贷款10万块。有劳工团体就讲哦，贷款嘛是爱还，因呼吁政府应该爱想办法来提高劳工的薪水和实在。即马年底正紧就要过年咯，为着要协助劳工朋友度过经济困难，劳动部颁一公告113年劳保纾困贷款的资讯，每一个人上济会使贷款新台币10万块，目前年利率2.04%，贷款期间计共3年，头6个月干那还利息免还本金，第7个月才开始爱还利息甲本金。只要劳工朋友觉得他在经济上面有需要这笔贷款来协助度过这个农历年前难关的话，都可以跟土地银行这边来提出申请。劳保局表示，申请贷款有4项条件：第一，生活有困难；第二，参加劳工保险的年资爱满15档；第三，无欠劳保费含滞纳金；第四，毋捌借过劳保纾困贷款，还是捌借过，然后已经甲贷款本金甲利息现掉的民众。但是劳团表示，这民众要是干那领基本工资的薪水那领，贷款只不过是一时的解决方法，要是毋望基本工资会当调悬。嘛是足一人领基本工资嘛，薪水无悬，过年的时阵当然伊就较无遐好过，所以加减10万块，互咱劳工朋友较歹过年的，会使借款，会使借一条钱才会成使用，现在是。这时间尔啦，你长期来讲，当然你爱甲基本工资给我管啊。劳团认为贷款还贷款借钱嘛是条行，呼吁企业有趁钱就应该爱和劳工分享经济成果，提高薪水，互员工会当好过年，才是较好的做法。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
来看中华的冬雷溪哦，这几冬在整期改善生态。最近哦，这几冬的寒冷嘛已经有未少的岛鸟会飞来遮。今年嘛发现有新的品种乌面鼯，伫餐厅哦无看到二级保育类的骨层啊。一人一支千里镜，观察溪边有啥物鸟仔。中华乌埔社区大学逐年拢会伫东螺溪举办算鸟仔的活动，观察过冬鸟的情形。今年也有新的发现。像今日嘛有一种新的鸟仔，阮今日有调查到，就是讲伊面乌乌，叫做黑脸乌。迄是今年算讲今年新的一种种类。较早是帮是阮捌记录到，但是12月底咧算鸟的时阵，阮较早是也无记录到，这算今年算新的记录安尼。除了乌面鼯，嘛有观察到俗称土豆鸟的小变形、落脚的长脚形、二级保育类的骨尖仔等等的鸟仔。中华乌埔社区大学伫东螺溪算鸟仔已经7、8年的时间，嘛发现这的生态愈来愈丰富。伫过去7、8年来，阮做的调查内底发现，讲这条东螺溪的鸟仔是愈来愈多，生态愈来愈丰富所以，阮今年嘛咧足关注到2点，就是讲，因为今年有工程的进入，包括讲咱76线，还有咱的东螺溪的整治计划内底，是毋是有法度会去影响到咱鸟仔的部分根据乌埔社区大学的统计，今年拢总观察到49种，计共4147只的鸟仔，较旧年比大约减少300只。推测可能甲暖冬，佮有附近时间有关系。林淑玲执行长表示，有甲工程单位沟通，伫岛鸟来这段时间先停工，希望互这阵长途飞来鸟只会当安心伫台湾过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昨元旦节咯，未少人拢会追踪元旦老人的飞行路线，看礼物送到地咯。这个活动哦，对1955年开始，原本哦是一个囡仔，伊打电话去美军的指挥部，讲要找元旦老人。后来哦，煞变做是一个已经超过半世纪的活动。根据北美航空司令部所提供的资料，伫太空中随全球的耶诞老人，伫台湾时间24暗9点外到10点外之间，由南到北通过台湾顶面。由美国甲加拿大军方共同运作的北美航空司令部，英文缩写是 NORAD。前身之一是美国空军的本土航空指挥部，成立伫1954年。甲后来 NORAD 同款，拢设伫科罗拉多的彼得森空军基地，是冷战时代甲抗战苏联协助的第一道防线。即马有关担负北美地区的航空甲太空防卫重任。1955年，一名原本想要打电话给耶诞老人囡仔，意外卡唔到号码接到指挥部。军方的大人就编造故事，讲耶诞老人已经飞到某一个所在，囡仔相信是真的，然后伊传给真侪人。指挥部变做苏梅耶诞老人行踪的接线中心，军方也安尼成立追踪耶诞老人的专案计划。当日24点钟轮班的 NORAD 无放零应该做的工作，追踪耶诞老人是由大批社区志工来负责。The men and women, to include civilian and military from the command itself, and many volunteers from the community and sponsors, start in advance, and literally after tomorrow, they'll start planning for next year. 今年是追踪耶诞老人活动的第68年，司令部计划伫2005年的70周年庆推出戏剧实景，甲耶诞老人同齐漫游太空的活动，保证也在测试。那伫传说中，耶诞老人故乡的芬兰北部小城市罗瓦涅米，是伫当地时间23暗，按照惯例举行耶诞老人坐雪橇分送礼物予囡仔活动。今年的耶诞老人伫出发进前也特别喜欢，希望真侪处伫赛车甲战乱中的囡仔会当早日有平安的生活。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来看巴西德森加诺国家公园哦，为伫高山无啥光害。伫2021年嘛，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将做拉丁美洲头一座的暗通公园哦。当地旅游业者甲天文学家合作，推出专业的观测行程，嘛请袂少的天文迷来参加。纽约联邦大学天文学系教授伫活龙谷天文台展现两组大型吊镜，1910年启用。迄时阵伫纽约热内卢市中心，就因看到银河系甲麦哲伦云，不过即马因为都市公害严重，观测真做无可能的代志。
Onde a gente tem coloração puxada aqui para o vermelho, para o laranja, para o amarelo, significam as cidades mais impactadas pela poluição luminosa. 为继续推广天文知识，让大家更加简单进行天文观测，2月联邦大学甲国家环境中心合作推出巴西公园天文旅游的项目。2011年得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加做拉丁美洲第一座暗空公园的德森加诺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伫2月北平200公里、生产牛奶出名的圣塔玛利亚马达利纳市，伫巴西境内上暗的州。 大都市的公害问题伫遮无存在，4周的观察，就正做对称做上好的看星地点。 Essa sequência de estrelas que a gente está vendo aqui, elas formam a cauda do escorpião, ó, vem seguindo, ela faz a curvinha, e bem aqui onde tem essa estrela mais brilhante chamada Shaula, a gente tem um ferrão. 波兰的民俗学者安娜莫斯托维克甲天文专家普尔戈合作推出专业观星的套装行程，有波兰风味暗顿甲专家指导之下的观星活动，250巴西里亚尔相当大票承诺。所有参加人离开的时阵，也可能得到一张普尔戈用专业相机，大家甲美丽银河做背景的相片。 有人用上新型的手机亲手翕到大细麦哲伦星云的影像。 E dá para pegar constelações, inclusive, completas. Essa aqui, como é o nome dessa aqui mesmo, linda? Sim, astroturismo é um nicho de turismo. É um turismo que está começando a surgir, principalmente após o período de pandemia, enquanto as pessoas perceberam que estão sentindo falta de ligação com a natureza e que a vida deles consegue ter mais valor quando ela é ligada à natureza, à preservação do meio ambiente. 离国家公园差不多10公里的马达利纳市，总人口差不多1万人，有成功之城的名号。不过最近公共领域拢使用 LED 灯做暗时照明，说互德森加诺国家公园的暗空协会认证用要无去。波尔戈也向市议会တင်情，要求将暗时照明中的公园爱调向地面，来保留这大片夜头都能看到的广大星空。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 下播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 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华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